我就想就咧057啦，本人提出嘅提問咧係作出跟進嘅。咁啊，關於藥物註冊啦，咁喺提問3嗰度咧，我見回答嘅答覆啦，除咗1家以外嘅申請啦，都有具體講到咧個數字嘅。咁但係其實咧，我嘅提問咧都想係包括埋1家在內嘅。咁啊，最新嘅數字我知道有19個嘅批准申請啦。咁但係文件咧計到上年就係14款嘅，所以可能個數字有啲唔一樣。咁但係我都想問到咧，當中有幾多本身其實係有2張嘅 CPP 啦？有冇呢個數咧？呢個係第一。另外咧，都係我嘅提問，就係062嘅。咁啊，有關咧藥物嘅開支。咁政府咧推行醫療收費改革啦，公營醫療服務加咗價。其實我知道都係想為庫房慳錢嘅。但係醫管局咧喺藥物嘅開支上面咧，我哋見到係上升嘅。咁啊，上年係127億啦，去到今年推算係130億。咁政府有冇啲措施去控制住呢個開支咧？唔好話我哋慳咗嘅錢，即係從市民嗰度慳咗啦，但係就係去咗藥廠嗰度啦。呢個都係我想提嘅提問。明明咧都提到啦，即係2024年醫管局都引入咗效益評估啦，同藥廠咧會積極議價嘅。咁但係個總開支都升咗，係咪即係個效益評估出現咗問題咧？唔該，主席。係局長。就係我答一答嗰個第2條啊，個藥物開支嗰度。總體嚟講咧，隨住個醫療需求增加，以至到嗰個新藥、創新藥嘅應用咧，越係加啲創新藥入去咧，嗰個醫療開支肯定係會上升㗎啦。我諗要藥物個開支減少呢個咧，唔係一個喺短期之內可以做到嘅一個目標嚟嘅。特別係我哋希望提供最先進嘅藥物俾我哋嘅市民。至於呢條題目咧，我俾醫管局李醫生答咗先啦。關於個藥物開支，至於個新藥嘅註冊，我就想林文健處長去回答。係李醫生。好，唔該主席，唔該陳議員。藥物開支方面咧，着實其實咧係一定會增加嘅，因為個服務量多咗，人年紀大咗，病痛多咗，病人量多咗，所以就算同等價值嘅藥呢，因為個服務量增加，其實個藥物嗰個開支都會增加。況且呢，我哋都係每一年都會增加啲新嘅藥物落到我哋藥物名冊入邊。咁個新嘅藥呢，通常都係啲頗為昂貴嘅藥嚟嘅，因為可能都未過到佢嗰個註冊嗰個專利。咁所以點解喺嗰個控制量方面，即係控制嗰個成本開支上面呢，我哋有落物。但係呢一個都係不能夠避免嘅事情嚟嘅。咁所以咧喺醫管局嗰個效益嗰個評估係好緊要。我哋評估除咗嗰隻藥本身嘅效能之外咧，我哋都會評估嗰隻藥，如果病人食咗之後，會唔會長期可以令到整個醫療成本減低？我成日舉嘅例子就係，譬如有啲血壓藥係可以幫到個腎去減慢佢個衰退嘅，我哋會用嗰啲藥。咁雖然可能最初嘅成本貴啲，不過長時嚟講咧，對於佢個腎嗰個變壞嘅情況減慢，亦都係可以慳到以後可能會使腎嘅機會。咁第一條問題我可能交翻俾處長。林處長。好，嗰個19個因為1家機制下獲批嘅新藥呢，喺佢遞申請入嚟嘅時候呢，其實都係1張 CPP 嘅，即係一個地方啊。咁但係有時個時間上啦，可能佢有時2度呢就同時去遞交，咁所以呢就唔排除呢有一部分呢就會有2張 CPP 嘅。咁但係喺任何嘅情況之下呢，佢入嚟嘅時候，佢如果係用1張 CPP 呢，我哋係會接受。但係最緊要就係一個指明嘅地區，同埋咧喺我哋嗰個數據庫度咧，就見到咧如果到咗我哋而家呢19個喺1家機制嘅藥物之下咧，除咗香港咧，可能係其後佢亦都攞到其他上市咧，其實佔咗一半半嘅嚇。咁亦都俾多少少資料咧，就係話如果係2張 CPP， 即係用舊有嘅2個。我哋認可嘅指明嘅機構有咗上市，佢可以嚟香港做新藥註冊嘅呢。上年2025年呢，就有獲批嘅新藥呢，就有60宗嘅。唔該。主席，我想即係 clarify 翻個意思係咪即係話有一半嘅藥物佢喺申請嘅時候呢係1張嘅，但係去到你審批通過咗之後呢，其實佢已經係積累咗咧2張嘅 CPP 啦，係咪咁嘅意思？應該咁講，全部遞交申請嘅時候咧，係用1張為基礎嘅嚇。咁因為佢嗰個原發地，佢一定係用1張嚟做基礎嘅。咁但係到咗我哋呢19個啦，而家我哋喺個數據庫掌握到咧，就係大約有一半度咧，就唔止一個地方咧攞到 CPP。
嚇。咁即係攞到個上市許可呢，就香港有啦。香港因為佢遞申請嘅時候係有其他一個地方嘅啫，咁但係到咗而家完成咗19個，我哋一路掌握緊佢嘅發展呢，就當中大約有一半啦，就唔止一個地方呢攞咗上市許可。唔該。